99% 嘅指標都係垃圾，剩翻呢個係例外。今日講句唔怕得罪人嘅話，但凡有人同你講咩指標好犀利，實情都係老添你多過。喺市場打滾咗10年，同你講句真心話，呢個市場上面好多指標基本上都係渣渣。如果你過度依賴指標，實質係揾唔到錢嘅。我咁講可能會斷晒賣指標呢班人嘅財路，但係今日只想同所有老友記講句真心話，因為而家市場上面所有嘅指標我基本上都用過，效果呢基本上唔掂水。好多指標好似布林帶、KDJ、MACD 呢啲，好多時候其實都好渣嘅，唔好睇，唔好睇，唔好睇。重要嘅嘢講3次，寧願冒住被封號嘅風險都要同所有老記講一下心聲。呢個市場上面短線嚟講，淨係得一個指標係真嘅。而家量化交易基本上都係跟住佢嚟做嘅，到底有冇用？你去睇下量化嘅業績就知道咩回事。量化成日俾人鬧佢哋到底用嘅係咩技術嚟確保成功率呢？廢話唔多講，直接上光課。第一個倍量比加大額指標，傳統我哋睇排行榜係按照漲幅榜嚟排行。其實呢一種排法唔單止低級，而且好擾亂人心。各位老友記，呢個市場係由咩組成嘅？明顯就係資金冇資金關注，全部都係嘥氣。如果呢個邏輯合理點解要按照金額排名就一清二楚啦？因為我哋要跟住大資金上車，事實上亦都只有跟住大資金先至可以確保交易嘅成功。按資金排行就係跟住主力走。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張圖，如果佢本身已經係萬億級別嘅，每日成交量大概率會排喺前面。呢個時候我哋嘅指標第二個因素就出嚟啦，就係量比，必須係1倍以上嘅量比，反映而家分時成交量同埋過去5個交易日分時平均成交量嘅比例。簡單嚟講就係有冇放1倍以上嘅量。如果佢係大金額成交加埋量比超過1倍以上，咁呢種股票就要重點關注啦。呢種股票我哋就要研究一下佢嘅題材到底有幾大。如果係大嘅題材嘅話，10個有9個都可以博弈流動性。跟住下面呢張圖係光刻機嘅概念標的，一隻平時擺喺地下嘅股票，5億成交、10億成交、26億成交、43億成交，連續倍量，加埋題材認可度高博弈反彈嘅可能性比較大。為咗更加清楚咁樣講明我再講個例子。下面呢張圖係年後算力方向嘅代表公司之一，連續一字板上去之後，嗰一日嘅量比當然唔可以同前面一字板比啦，因為一字板係冇量嘅。我哋可以同升之前嘅成交量對比，當日嘅量超過前面8到10倍，成交量達到上百億，而且分時上升係慢慢咁樣上攻嘅。呢個時候資金合力推高股價就好明顯啦。巨大嘅量加埋大額成交，一旦發生喺重點板塊，基本上就係送錢俾你使。記住啦，老友記。